民國12年初秋，陳家村嘅空氣悶熱得滯，塘邊啲榕樹蘇垂落水面，毛風都唔喐一下。呢日下晝剛過3點，成條村靜英英，得閒嘅師奶喺屋檐下剝花生，男人出咗去田，細路就喺巷頭追狗。突然之間，村尾傳來一聲慘叫，尖叫聲劃破成條村嘅死寂。緊接住就係陳二嬸把聲喺度狂喊：救命啊！有水鬼啊！有鬼拖我個孫啊！成條村即刻沸騰，各家各戶啲人衝出門口，朝塘邊跑去。跑到去一睇，陳二嬸嘅5歲孫仔阿明企喺塘邊淺水處，成身濕晒，雙眼反白，嘴入面不住咁吐出水草，手腳抽搐，好似啱啱被人從水底扯返上嚟咁。二嬸跪喺水邊攬住個孫，又驚又慌，歇斯底里咁喊。我明明叫佢喺門口玩泥沙，轉個頭就唔見咗人，追到嚟一睇，佢成個人浮喺塘中間，好似有嘢拉住佢對腳咁，我拉都拉唔住啊！係阿明自己浮返上嚟咋。村中壯丁將阿明抱返祠堂前空地，有人揾薑湯罐，有人揾布抹身，搞咗大半個時辰，阿明先至嘔出一大口綠水，哇一聲喊出嚟，眾人先至鬆一口氣，但隨即議論紛紛。賣魚強叔面色鐵青，壓低聲話：我尋日黃昏收網嗰陣，見到塘中心有個白影沉落去，我以為眼花，而家睇嚟塘底真係有嘢。保鞋明叔即刻附和。縱使講呢個塘10年冇浸過人，偏偏而家阿明差啲浸死，肯定係嗰個嚟揾替身。有師奶細細聲問：邊個？明叔四周望一望，聲線壓到最低。仲有邊個？10年前浸死嗰個外村妹仔阿嬌咯，死得咁慘，又冇人收屍，變咗水鬼。7年之癢，10年之約。聽講水鬼滿10年就要揾替身，否則永不超生。呢句話一出，在場師奶個個面青。有啲即刻拖住自己嘅細路返屋企，關實大門。榕樹頭下，一班麻甩佬開始你一言我一語。我話你知，上個月我經過塘邊，成日聞到一陣花露水味，但又唔見有人。嗰陣味同當年阿嬌成日搽嗰隻一模一樣。係啦係啦，前排村口陳伯間雜貨鋪半夜成日聽到敲門聲，開門又冇人，門檻下就放住幾朵野菊花。你話係咪阿嬌返嚟？哎，當年佢阿媽嚟喊冤，冇人理。兩母女一齊死喺呢口塘，怨氣咁重，點會唔作怪？眾人越講越驚，越講越離譜。有人話見到塘面夜晚會浮起一對繡花鞋，有人話聽到水底有女人唱歌。總之越傳越恐怖。村中長老陳老爺終於出聲，叫大家冷靜，話呢啲都係無稽之談。但佢面色一樣好難睇，吩咐人揾道士嚟做場法事，又叫人喺塘邊插香燭拜一拜。然而佢嘅眼神閃爍，望住塘面，似乎諗起啲唔願諗嘅舊事。鬧哄哄嘅人群入面，有一個跛腳男人，一直企喺外圍冇出聲。佢就係陳大貴，成40歲，鬢角已經花白，左腳早年喺廣州城碼頭斷咗，行路要用竹拐，着住件補滿補丁嘅粗布衫，面上係一貫嘅木訥同隱忍。佢老婆阿蓮企喺佢身邊，攬住7歲嘅拉仔水仔，2個女就躲喺身後。一家5口企喺人群邊緣，同熱鬧嘅議論格格不入。陳大貴望住嗰口綠幽幽嘅塘水，眉頭緊鎖，佢唔出聲，但心入面已經泛起一陣寒意，因為佢記起自己阿爸就係喺阿嬌死後冇耐急病過身，臨終前捉住佢隻手，講咗一句唔好行近個塘，塘底有嘢。人群散咗之後，大貴一家返到村尾嗰間爛屋，屋頂幾塊瓦爛咗，落雨會漏水，廳得一張八仙台，幾張凳都係問隔離叔伯借嘅。大貴平時靠幫人補衫改衫揾2餐，阿蓮就幫人洗衫幫補家計，一家5口勉強過得去。但大貴心入面清楚，佢哋喺陳家村冇咩地位，因為佢跛腳做唔到操縱功夫。村里人有時會暗地話佢廢柴，連祠堂議事都冇佢份。佢為人老實，唔多出聲，但骨子裏硬頸，最憎人欺負弱小。當晚食飯，大女陳大好同二女陳大娣喺灶邊食粥，水仔就坐喺大貴隔籬，手揸筷子，突然抬起頭，好認真咁講：阿爸，塘邊個姐姐今日又同我講嘢。大貴筷子上嘅粥停喺半空，阿蓮即刻緊張：水仔，阿媽講過好多次，唔好亂講。水仔扁嘴：我冇亂講，姐姐企喺榕樹底下，着住件白衫，頭頂有朵紅花。佢話佢叫阿嬌，仲話佢識阿爺。大貴心頭一諗，佢阿爸死嗰陣，水仔都未出世，
點會識得阿爺？佢忍住氣問，佢仲講咩？水仔側頭諗咗一陣，姐姐話堂底有好多靚石頭，叫我得閒落去摸，仲話有樣嘢要俾我睇。阿蓮嚇到即刻搶過水仔隻碗，你唔准再講，你聽日唔准出門口，唔准再去堂邊。水仔見阿媽咁惡，嘴一扁，眼淚喺眼眶打轉，但冇喊出聲。大貴望住水仔，又望住窗外月光下隱約可見嘅堂面，佢心入面知道呢件事冇咁簡單。第二日朝早，怪事又嚟，陳二叔個新抱有咗5個月身孕，尋晚半夜突然肚痛，今朝天未光就流咗產，血水浸濕成張床。二叔一家人哭天搶地。二叔新抱喺痛苦中講，佢尋日黃昏路過堂邊，見到水中有一個白影，腰間紮住一條紅繩，佢心入面一驚，跑返屋企，夜晚就出事。呢句話迅速傳遍全村，矛頭立即指向水仔。二叔帶住幾個兄弟，氣沖沖揾上門，指住大貴，你個仔成日喺堂邊同鬼傾偈，招咗污糟嘢返嚟，害我新抱冇咗個孫。你陪我。大貴擋喺門口，雖然跛腳，但腰骨挺直。二叔，你冷靜啲，細路仔亂講嘢，唔代表關佢事。二叔怒道，你個仔同女鬼傾偈，全村都知，你唔處理，我就叫長老趕你哋出村。吵鬧聲引來成條村嘅人圍觀，有啲人同情大貴，但更多係指指點點。哎，窮鬼就係多事，生個仔又撞邪，遲早累街坊。大貴啊，你不如請個法師返嚟收驚啦，錢嘅嘢大家夾份咯。大貴面紅耳赤，佢唔想欠人人情，但更唔想水仔俾人當成掃把星。阿蓮忍唔住喊住口辯解，水仔只係細路，佢根本唔知自己做咩，但冇人肯聽。二叔更加係怒氣沖沖，話要拉水仔去祠堂審問。大貴心知不妙，佢拉住水仔行出門口，面對全村人大聲講，我陳大貴雖然窮，但我個仔唔係怪物，佢見到咩？我哋做父母會查清楚，唔該大家俾啲時間。二叔冷笑，查？你一個跛腳佬查得出咩？你阿爸當年就係因為多事，先至短命。你再查，下場一樣。呢句話如同一把刀插入大貴心口，佢阿爸嘅死一直係佢心中一根刺。佢唔知阿爸當年知啲咩，但佢知道二叔話得出呢句，即係話當年阿爸嘅死，或者真係同堂邊嘅事有關。水仔企喺阿爸身後，細細聲講，阿爸，姐姐話二叔講大話，佢知邊個害死佢。呢句話細聲，但企得近嘅人聽得一清二楚。二叔面色一變，大貴即刻將水仔拉入屋，關埋門。門外議論聲更大，有人話，你聽到冇？個細路話阿嬌俾人害死㗎。邊個害？二叔咁驚，唔通關佢事？唔好亂講。但當年阿嬌同二叔好似有啲交情。二叔惱羞成怒，拍門大罵，但大貴死都唔開。最後二叔被眾人勸走，但臨走掠下一句，你哋一家等住，我唔會放過你哋。屋內，阿蓮攬住水仔，全身發抖。大貴坐喺凳上，望住牆上阿爸嘅遺照，嗰張發黃嘅黑白相。阿爸嘅眼神好似望住佢，有話想講。大貴沉默咗好耐，終於開口，阿蓮，我要查清楚呢件事。阿蓮抬起頭，滿面淚痕。查？你點查？你得罪得起陳老爺，得罪得起二叔。大貴握緊拳頭。我阿爸死前同我講過一句話，佢話堂底有冤，但唔好講，講咗陳家村會散。我細個唔明，而家我明啦。阿嬌嘅冤可能唔只係浸死咁簡單。水仔見到佢唔害水仔，反而同水仔講嘢，即係佢有冤要訴。佢望住阿蓮，我哋窮，但窮都要有骨氣。若果我哋唔理，阿嬌嘅冤永遠沉喺堂底，將來仲會有第二個、第三個細路受害。阿蓮喊住點頭，我信你，但你一定要小心，二叔唔會放過你。陳老爺更加唔想有人揭舊瘡疤。大貴將水仔抱上膝頭，問水仔，姐姐仲有冇同你講咩？水仔眨下眼，姐姐話佢等咗好耐，終於等到有人肯聽佢講嘢。佢話有一樣嘢喺榕樹窿入面，叫我去攞。大貴同阿蓮對望一眼，即刻拖住水仔，趁天未黑，偷偷去到大榕樹下。水仔指住樹幹上一個拳頭大嘅樹窿，大貴伸手入去一摸，摸到一個油紙包，打開油紙，入面係一封發黃嘅信，信上字跡工整，寫住陳家村長者抬監。
內容大致係阿嬌阿媽請求陳家川主持公道，話阿嬌被逼婚，若有不測，必係陳家所害。大貴將信收好，心入面翻起滔天巨浪。佢知道呢封信就係阿嬌留低嘅最後證據，亦都係佢一家捲入呢場風暴嘅開始。佢抬頭望住塘面，夕陽將塘水染成血色，水面平靜，但佢覺得水底有對眼，正望住佢，等待佢行出下一步。大貴深吸一口氣，拖住水仔同阿蓮返屋企。佢知聽日開始，陳家川再冇寧日，而佢一個跛腳嘅窮寶三佬，即將要同一條村嘅舊勢力對抗。但佢心中無懼，因為佢信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天理循環，總要有人企出嚟行第一步。當晚，水仔臨瞓前突然同阿媽講：阿媽，姐姐話聽日佢會帶我去睇一樣嘢，叫我要帶阿爸一齊去。阿蓮問：睇咩？水仔笑得好燦爛。姐姐話塘底有對好靚嘅蓮花，開咗10年，聽日會浮上水面。阿蓮心頭一諗，望出窗外，塘面一片漆黑，但隱約間佢好似見到水面有白光一閃而過。佢將水仔攬得更實，心中暗暗祈禱，但願呢朵蓮花唔係阿嬌嘅最後告別，而係真相浮出水面嘅開始。而大貴坐喺廳中，攤開嗰封信，一片又一片咁睇，月光照落信紙，字字句句都似塘底嘅水波，蕩開一圈又一圈嘅漣漪，將佢嘅心扯入一個深不見底嘅漩渦。陳家川呢幾日好似炸咗鑊粥，塘邊怪事一單接一單，仲要一單比一單嚇人。阿明嗰日差啲浸死之後，成個細路成日呆呆滯滯，以前活潑好動四圍走，而家佢阿媽叫佢食飯都好似聽唔到咁，淨係成日望住門口方向，眼神空洞。二嬸急到喊，帶佢去祠堂拜神，又揾村口陳伯求符水，但阿明飲完淨係嘔咗一地綠水，情況一啲都冇好轉。有師奶話呢個就係水鬼纏身嘅徵兆，若果7日之內唔驅走，個細路就會被拖返落塘底做替身。隔籬巷陳大嬸仲爆出一單更駭人聽聞嘅事，佢話前幾日半夜起身屙夜尿，經過廳堂窗邊，見到塘邊榕樹下企住一個着白衫嘅長髮女人，背對住村，一動不動，好似望住塘水。陳大嬸以為自己眼花，游一游眼再望，個白影突然轉過身，嚇到佢即刻縮返入房，成晚眼光光等天光。第二日佢同隔籬師奶講起，先發現原來唔止佢一個見到。賣魚強叔個女亞珍，今年16歲，生得清清瘦瘦。佢話嗰晚佢喺2樓晾衫，都見到榕樹下有白影，仲見到白影腰間有一條紅繩，隨風飄下飄下。阿珍講完，面都白埋。我記得細個聽阿婆講，阿嬌死嗰日係紮住一條紅頭繩嘅。呢句話一出，成班師奶即刻靜晒，互相對望，個個面色難睇過灶君。怪事唔止夜晚先發生，第二日朝早，村口陳伯開鋪，發現門口被人整整齊齊放住一對繡花鞋，鞋頭向住塘邊方向，鞋面繡住並蒂蓮，雖然舊，但乾淨得離奇，好似啱啱洗過咁。陳伯嚇到成個人彈開，即刻將對鞋丟入灶堂燒咗。但佢心入面清楚，呢對鞋正正係10年前阿嬌着住跳塘嗰一對。邊個會偷對死人鞋？又邊個會放反出嚟？陳伯唔敢諗，亦唔敢同人講，淨係偷偷去祠堂揾陳老爺報告。陳老爺聽完，面色一沉，只講咗一句：燒咗就算，唔准再提。但陳伯離開祠堂嗰陣，隱約聽到陳老爺喺入面同師爺陳文通講，睇實大貴一家，特別係佢個仔。呢個時候，水仔反而平靜咗，佢冇再話見到阿嬌，但成日攞住支樹枝喺屋企地下畫圈圈，一個圈搭一個圈，好似迷宮咁。阿蓮問佢畫乜，水仔話：姐姐教我畫塘底嘅路。佢話塘底有好多石頭，石頭下面壓住一個罌。阿蓮追問咩罌？水仔側頭，姐姐話係一個紅布封口嘅瓦罌，入面有佢嘅頭髮同戒指，仲有一塊寫滿紅字嘅木牌。阿蓮聽完，心入面一沉，即刻話俾大貴知。大貴皺眉，瓦罌、紅布、寫字嘅木牌，呢啲嘢似係舊時啲人鎮魂用嘅法事。佢記起細個聽過，若果有人死得冤枉，驚佢返嚟報仇，就會請道士將佢嘅貼身物件同符咒一齊封入瓦罌，沉落水底，鎮住魂魄，等佢永不超生。若果真係咁，阿嬌唔止係浸死，仲係死後都俾人用邪術鎮住，即係話害佢嘅人好驚佢報仇。大貴決定去揾七叔公，
七叔公係陳家村最老嘅人，80幾歲，雙眼半盲，住喺村尾一間爛屋，平時冇人理佢。但佢年輕嗰陣做過幾年水上人，聽講潛水功夫一流。大貴帶住一包煙絲去拜訪，七叔公聽完來意，沉默咗好耐，乾嗨幾聲，先開口：後生仔，你知唔知當年阿嬌死咗之後，陳老爺叫咗幾個後生用竹竿喺塘底撩過？大貴搖頭，七叔公迷起眼，好似回憶緊好耐以前嘅事。嗰排塘水綠到發黑，魚都死晒。陳老爺話驚塘底有污糟嘢，叫幾個後生用長竹竿去撩，撩咗半日，撩到一硬嘢，但撩到乜冇人敢講。我只係記得嗰排之後，塘水更加綠，成個塘好似死咗咁，連青蛙都唔叫。大貴追問七叔公：你當年有冇潛落去睇過？七叔公嘆一口氣：潛過一次，嗰年我仲後生，膽粗粗，想睇下塘底究竟有咩。我潛到去塘中心，摸到一個瓦罌，封住紅布，綁住石頭。我當時心入面發毛，因為個瓦罌好完整，一啲都唔似陪葬品，反而似係有人特登沉落去嘅。我游返上嚟之後，發咗3日高燒，自此再唔敢掂塘水。大貴問：你當時有冇打開個瓦罌？七叔公搖頭：邊個敢打開？嗰啲嘢一開就大禍臨頭。大貴告辭嗰陣，七叔公突然叫住佢：後生，你若果真係想知真相，去墟市揾何大炳。佢係阿嬌嘅舅父，當年佢家姐喊冤嗰陣，佢喺現場，知道嘅嘢比我多。大貴多謝七叔公，但心入面知道何大炳係外村人，而且對陳家村有深仇大恨，未必肯見佢。第二日，大貴拖住跛腳行咗成個時辰，去到隔籬何家村墟市，揾到何大炳個魚檔。何大炳係個粗壯嘅中年漢，面上有刀疤，一見大貴係陳家村嘅人，即刻黑面。陳家村嘅人，行開！我唔想同你講嘢。大貴低聲下氣：何叔，我只係想問下當年阿嬌嘅事。我發現咗一封信，可能同佢嘅死有關。何大炳將魚檔一收，大聲喝：信！你陳家村啲人最叻就係做假證據。當年你哋害死我外甥女，而家嚟假好心，你再唔走，我拎刀斬你。大貴無奈，唯有退開。但佢留意到何大炳收檔之後，偷偷去咗墟市後面嘅茶寮，同一個着長衫、戴眼鏡嘅男人密密傾。大貴認得嗰個男人，就係陳老爺嘅師爺陳文通。佢心入面一諗，何大炳話憎陳家村，但點解會同陳老爺嘅師爺見面？呢兩個人之間究竟有咩不可告人嘅事？大貴返到陳家村，將所見所聞話俾阿蓮知。阿蓮皺眉：何大炳同陳文通見面，若果何大炳真係憎陳家村，點解會同陳老爺嘅人來往？除非佢哋之間有交易。大貴點頭：我都係咁諗。可能何大炳知道啲嘢，但佢唔肯講，或者佢收咗陳老爺嘅錢，封咗口。阿蓮突然醒起，水仔話姐姐教佢畫塘底嘅路，仲話石頭下面有嘢，不如我哋諗辦法潛落塘底，睇下嗰個瓦罌入面究竟裝咗乜。大貴搖頭：塘水太深，我又跛，點潛？阿蓮話：我識水性，細個喺娘家成日游水，潛水都難唔到我。你幫我準備繩索同油燈，我聽晚潛落去。大貴猶豫：塘水咁凍又污糟，你一個女人。阿蓮打斷佢：你跛腳都敢去查案，我游水有咩好怕？水仔係我個仔，佢成日同阿嬌傾偈，我唔想佢將來覺得阿媽係個冇膽嘅人。大貴望住阿蓮，心中感動，終於點頭。當晚，大貴偷偷準備好繩索同油燈。第二日天未光，兩公婆趁村人未起身，去到塘邊。阿蓮綁住繩索，深吸一口氣，慢慢潛入水中。塘水冰冷刺骨，水底黑暗渾濁。阿蓮摸住塘底嘅石頭，一步一步向前摸。佢摸到榕樹對開大約3丈嘅位置，果然摸到一個瓦罌，約莫2個拳頭大，用紅布封口，綁住一塊大石頭。佢用力扯開紅布，將瓦罌抱上岸。兩公婆返到屋企，關實門窗，打開瓦罌一睇，入面有一頭髮、一隻銀戒指，仲有一塊寫滿紅字嘅木牌。大貴拎起木牌，藉住油燈一照，上面寫住陳家榮，庚午年5月初5生，震魂永絕，竟然係一道鎮魂符。即係話阿嬌死後，有人特登請道士做咗呢道符，連同阿嬌嘅頭髮同戒指，沉落塘底，鎮住佢嘅魂魄，等佢永世不得超生。大貴同阿蓮對望，怒不可遏。陳家榮就係陳老爺個獨子，
10年前20出頭，生得高大靚仔，但為人囂張，成日喺村中橫行霸道。後來去咗廣州城做生意，好少返村。原來阿嬌嘅死真係同陳家榮有關，而且陳家榮仲要請人鎮魂，即係佢心虛，怕阿嬌報仇，但單靠呢塊木牌，只能證明有人做過法事，證明唔到陳家榮親手殺人。大貴決定去廣州城揾當年受理呢單案嘅衙門，睇下有冇留底嘅卷宗，或者有冇其他證據。第二日，大貴搭船出廣州，佢離開之前叫阿蓮睇實水仔，唔好俾佢再出門。水仔呢日特別乖，坐喺屋企畫畫，畫嘅竟然係一朵蓮花，花瓣層層疊疊，畫得好仔細。阿蓮問佢：你點識畫蓮花？水仔笑住話：姐姐教我㗎。佢話佢阿媽最中意蓮花，佢阿媽個名就係有個蓮字。阿蓮心頭一酸，攬住水仔，心中默默講：阿嬌姑娘，你放心，我老公出咗城，一定會幫你揾到真相。但當晚，阿蓮哄水仔瞓覺之後，突然聽到屋外有腳步聲，佢起身開門一睇，見到門檻下放住一朵新鮮嘅野菊花，花梗斷口整齊，顯然係人為。佢四圍望，月光下唔見人影，但遠處塘邊榕樹下，隱約見到一個白影一閃而過。阿蓮心頭一驚，即刻關門上山，攬住水仔，成晚冇瞓。佢知佢哋一家已經被人盯上，而盯上佢哋嘅可能唔止係阿嬌嘅魂魄，更加係活生生嘅人。天光嗰陣，阿蓮喺灶底發現一張字條，上面寫住4個字：唔好多事。字跡歪斜，明顯係唔想俾人認出筆跡。阿蓮將字條收好，等大貴返嚟再作打算。佢望住窗外塘面，晨光初現，塘水泛起一層薄薄嘅霧氣，好似有一張面喺霧氣後面靜靜望住佢。阿蓮心入面講：阿嬌姑娘，若果你真係有冤，就保佑我老公順順利利，揾到證據，還你一個清白。風吹過，塘面泛起一圈漣漪，好似有人喺水底輕輕點頭。而陳家村嘅謎團先至剛剛開始揭開一角。大貴搭船出咗廣州城，阿蓮一個女人湊住3個細路，仲要成日心驚膽戰。第二日朝早，佢開門掃地，見到門口地下用粉筆畫咗一個圓圈，圓圈入面交叉2筆，似係一道符，又似係一個警告。佢即刻用腳踩散，但心入面清楚，有人喺暗處睇住佢哋一家。水仔呢日反而冇再提起阿嬌，只係靜靜坐喺門檻剝花生，剝完一粒擺一粒，好整齊咁排成一行。阿蓮問佢做咩，水仔話：姐姐話排滿100粒，阿爸就會返嚟。阿蓮心頭一酸，將水仔攬入懷，忍住眼淚。大貴喺廣州城幾經打聽，終於揾到當年受理阿嬌單案嘅舊衙門，但衙門已經搬咗，得返一個爛地。佢問附近老街坊，有人話知縣早已經調走，師爺都換咗幾輪，舊卷宗唔知去晒邊。大貴唔氣餒，繼續打聽，終於有人話佢知，當年有個姓劉嘅師爺，退休之後住喺城西一條橫巷，或者仲記得呢單案。大貴拖住跛腳行咗大半日，終於揾到劉伯。劉伯今年70幾，鬚髮皆白，但精神尚好。聽完大貴嘅來意，嘆一口氣：嗰單案我記得好清楚，何家阿媽上堂喊冤，話陳家榮逼婚害命，但陳老爺買通咗資源，資源話何家女仔係自尋短見，同陳家榮無關。何家阿媽喺堂上喊到暈低，但資源照判何家敗訴。我當時只係一個小師爺，唔敢出聲，但心入面過意唔去。大貴問劉伯有冇留低任何記錄，例如阿嬌寫過嘅信。劉伯沉思片刻：我記得何家阿媽呈過一封阿嬌寫嘅遺書，但資源話遺書內容含糊，唔受理。嗰封遺書我偷偷抄過一份，藏咗喺我屋企衣櫃底。你等等，我攞俾你。劉伯返入內屋，過咗一陣，攞出一封發黃嘅信。大貴打開一睇，信上字跡娟秀，寫住：若有人見此信，便知我非自願投堂。陳家榮以我阿媽性命相脅，逼我嫁佢，我唔從，佢便話要殺我全家。我寧死，不願受辱。若我死後，望有人能為我伸冤。阿嬌絕筆。大貴睇完，雙手震到幾乎揸唔實。呢封信就係鐵證。佢千多謝萬多謝劉伯，將信貼身收好，即刻趕返陳家村。但大貴一落船，就見到村口聚集一大堆人，個個面露驚慌。佢衝入人群，見到阿蓮抱住水仔坐喺地下，水仔額頭流血，阿蓮喊到聲嘶力竭，兩個女企喺一邊驚到發抖。大貴大驚，
發生咩事？阿蓮哭道：你走咗之後，陳家榮突然反村，帶住幾個惡霸嚟我屋企，話要搜屋，話我哋偷咗祠堂嘅東西，水仔擋喺門口，俾佢推咗落地，撞親頭。大貴怒目圓睜，四圍望，見到陳家榮就企喺祠堂門口，嘴角含笑，一副有恃無恐嘅樣。佢着住一身西裝，皮鞋亮，同10年前個囂張小爺一模一樣，只係面上多咗幾分屎同陰狠。大貴衝上前，大聲喝：陳家榮，你害死阿嬌，眾真人魂魄，你仲算人嗎？陳家榮面色一變，但隨即冷笑：陳大貴，你一個跛腳佬，膽敢喺祠堂門口誣衊我，你有證據咩？大貴從懷中掏出阿嬌嘅遺書，高舉過頭，呢封就係阿嬌嘅遺書。上面寫明你逼婚害命，仲有堂底嘅鎮魂符，都係你請人做嘅。全場嘩然，村民紛紛圍攏。陳老爺從祠堂衝出，面色鐵青，指住大貴：你含血噴人！來人，將佢鎖起！幾個壯丁上前想拉大貴，但呢個時候，人群中走出一個白髮蒼蒼嘅老婦人，行路戰巍巍，但雙眼有神。佢行到陳家榮面前，顫抖住手指住佢：陳家榮，你認唔認得我？陳家榮一見佢，面色慘白，後退一步。老婦人高聲講：我係阿嬌嘅姨媽何三姑，當年阿嬌死之前嚟過我屋企，親口同我講佢懷咗你嘅骨肉，你驚醜事外揚，逼佢落仔，阿嬌唔肯，你就話要佢死。阿嬌係被逼到絕路，先至會投堂。呢件事我忍咗10年，今日終於有膽講出嚟。全場鴉雀無聲，陳家榮面如死灰，嘴唇顫抖，想反駁但講唔出聲。陳老爺仲想狡辯：你一個外村婆，含血噴人。但村民已經開始竊竊私語，有人大聲話：陳老爺，你個仔做嘅事，你唔會唔知啩？難怪當年咁急住要做法事，原來係心虛。阿嬌姨媽都出嚟指證，仲有假。陳老爺見大勢已去，突然跪低，哭住話：係我教子無方，係我對唔住何家，對唔住阿嬌。但陳家榮突然發難，推開人群想逃，大貴一把拉住佢，兩個人扭打喺地。陳家榮後生力大，將大貴推開，但水仔突然從後跑出，大聲叫：姐姐話堂邊有條路，你走唔甩㗎。陳家榮一驚，腳下絆到石頭，成個人滾落塘邊斜坡，一頭撞落石頭。當場血流如注，眾人將陳家榮救起，已經冇咗氣息。陳老爺見仔死，當場暈低。呢場10年冤案，以陳家榮嘅死暫時畫上句號。但大貴同阿蓮知道，真正嘅公道仲未完全昭雪，因為阿嬌同佢阿媽嘅屍骨仲沉喺塘底，未曾好好安葬。大貴同村中長老商量，要將兩母女嘅遺骨撈起，重新擲地安葬。長老們呢次冇反對，因為陳家榮嘅事已經傳開，陳家村嘅面皮都俾佢丟盡。若果再唔處理阿嬌嘅事，只怕會惹來更多是非。撈骨嗰日，全村人都嚟到塘邊圍觀。大貴請咗幾個識水性嘅後生潛落塘底，終於喺榕樹對開嘅深處撈起兩副骸骨，一副大人，一副細路，緊緊上搭，好似阿媽死都攬住個女。眾人見到無不動容。阿蓮忍唔住喊出聲，水仔反而好平靜，企喺阿媽身邊，細細聲講：姐姐話多謝我哋。大貴親手將兩副骸骨放入棺木，請道士做法事，超度兩母女。法事做咗3日3夜，村中香火不斷。最後一日，塘面突然泛起一圈金光，眾人嘩然。有人話見到2朵蓮花喺水面盛開，一白一紅，隨風搖曳，然後慢慢沉落水底，消失無蹤。道士話呢個係魂魄安息嘅徵兆，阿嬌兩母女終於解脫，可以去輪迴轉世。但水仔嘅話仲有最後一句。法事做完嗰晚，水仔同大貴講：阿爸，姐姐話堂底仲有一樣嘢係俾你同阿媽嘅。大貴問咩嘢？水仔話：姐姐話瓦罌入面仲有一封信，收信人係你同阿媽。大貴同阿蓮對望一眼，即刻再潛落塘底，果然喺原先個瓦罌最底揾到一封用油紙包好嘅信，油紙完好無缺，顯然係有人特登放喺最底層。等佢哋發現，打開一睇，信上字跡同遺書一樣，娟秀工整。多謝你哋，我同阿媽終於可以安息。你哋嘅仔水仔係個善良嘅細路，佢會平安大個。
呢個玉軸就送俾你哋。當係謝禮，阿嬌拜別，下面仲有一行小字：堂底嘅魚可以食啦，因為怨氣已散。每年中元節，若記得燒一串紙錢俾我同阿媽，我哋已知足。信入面包住一個晶瑩剔透嘅玉軸，雕住一朵蓮花，玉質溫潤，顯然價值不菲。大貴同阿蓮睇完信，淚流滿面，佢哋將玉軸賣咗，得咗一筆錢，起咗間新屋，供水仔讀書，兩個女都供埋上學。大貴嘅寶三檔仔擴大咗，生意好咗，一家人終於唔使再捱窮。而陳家村嘅塘從此水清見底，魚蝦肥美，再冇怪事發生，連塘邊嘅榕樹都生得比以前茂盛。村民都話係阿嬌兩母女保佑，水仔大個之後成咗一個教書先生。佢成日同學生講呢個故事，最後一定補一句：做人最緊要心正，心正鬼都怕你；心邪人不如鬼。而每年中元節，大貴一家都會喺塘邊燒溪錢，拜祭阿嬌同佢阿媽，感謝佢哋嘅指引，亦提醒自己世間有冤，終有昭雪之日。陳家村嘅後代代代相傳呢個故事，成咗一個關於公道、勇氣同善良嘅鄉間傳奇。但大貴心入面永遠記得，水子細個嗰陣，曾經同佢講過一句話：阿爸，姐姐話佢等咗10年，終於等到有人肯信佢。大貴每次諗起呢句，都覺得自己當年雖然窮，雖然跛，但做咗一件最啱嘅事。佢成日同水仔講：窮唔緊要，最緊要對得住良心。若果當年我縮沙，阿嬌兩母女到今日都仲沉喺塘底，怨氣不散。做人要有膽，更要有心。水仔每次都點頭，將阿爸嘅話記喺心入面，然後將呢個故事一代一代咁傳落去，傳遍成個珠三角水鄉。陳家榮死咗之後，陳家村表面恢復平靜，但大貴心入面嗰團火並未熄滅。佢將阿嬌嘅遺書同鎮魂符交俾村中公證，準備正式向官府申訴，為阿嬌平反，亦要追究當年陳老爺買通官府嘅罪行。但大貴知道，單憑呢兩樣證據，雖然可以證明陳家榮有害人之心，但阿嬌究竟係自己跳塘定係被人推落去，始終仲差最關鍵嘅一環。佢日日夜夜反覆諗，塘底個瓦罌已經起咗出嚟，入面有頭髮、銀戒指、鎮魂符，仲有阿嬌最後留俾佢哋嘅信同玉軸。但水仔曾經講過，姐姐話塘底仲有一樣嘢係俾阿媽嘅。阿蓮阿媽早就過身，阿嬌點會識得阿蓮阿媽？除非呢樣嘢根本唔係俾阿蓮，而係俾阿嬌自己嘅阿媽。大貴將玉軸攞出嚟，反覆端詳。呢個玉軸晶瑩剔透，雕住一朵蓮花，手工精細，絕非普通人家嘅密事。佢同阿蓮商量，阿嬌阿媽叫何秀蓮，聽講以前喺廣州城一戶大戶人家做過丫鬟，後來先嫁去何家村。呢個玉軸可能係佢阿媽嘅主人送嘅，又或者係佢嘅身世來歷。阿蓮點頭，若果真係咁，阿嬌嘅身世可能唔只係一個窮魚販嘅女咁簡單，佢阿媽背後或者仲有故事。大貴決定帶住玉軸去廣州城西關一帶打聽，因為舊時嘅大戶人家多數聚居西關。大貴第二日又搭船出廣州，今次佢直接去西關，沿住舊街一路問。西關一帶騎樓林立，舊式大宅雖已沒落，但仲留低好多老居民。大貴行到一條叫寶華巷嘅橫巷，見到一座破落嘅大屋，門口石階長滿青苔，但門楣上隱約雕住一個何字。佢上前敲門，過咗好耐，一個白髮老伯打開門，警覺咁望住佢：你揾邊個？大貴拿出玉軸，請問你認唔認得呢個玉軸？老伯一見玉軸，面色大變，手都震埋，即刻將大貴拉入屋內，關實門。呢個老伯就係鐘叔，今年70幾，係呢座何氏大宅嘅舊管家。佢將大貴引入廳堂，斟咗杯茶，嘆一口氣：我等咗10年，終於等到有人帶住呢個玉軸嚟。鐘叔慢慢講出一段驚人嘅往事。阿嬌阿媽叫何秀蓮，細個因為家貧，賣入何家做丫鬟。何家老爺何守正係廣州城有名嘅絲綢商人，見秀蓮生得標致又聰明，收咗做偏房。但何家太太善妒，將秀蓮趕出家門。秀蓮只好嫁去何家村一個窮魚販，就係阿嬌阿爸。秀蓮生咗阿嬌之後，何老爺後悔，想認返個女，但秀蓮硬頸，話唔想阿嬌入豪門受氣，拒絕咗。何老爺臨死前將呢個玉軸交俾我，話將來若阿嬌有難，可以憑玉軸去揾佢嘅故友廣州城嘅周大狀，幫佢打官司，
但阿嬌死得太突然，秀蓮都未嚟得切攞玉軸，就投咗塘。鍾叔抹眼淚，我將玉軸放入瓦罌，沉落塘底，就係希望有一日有人會發現，幫阿嬌申冤。大貴終於明白，原來阿嬌唔只係一個鄉下妹仔，佢阿媽背後有咁嘅身世，難怪陳家榮當年要逼婚，可能就係貪圖何家嘅遺產。佢問鍾叔，何老爺留低咗遺產俾阿嬌？鍾叔點頭，何老爺臨終前立咗遺囑，將一部分家產留俾秀蓮同阿嬌，但條件係阿嬌必須認祖歸宗，否則遺產會捐俾善堂。秀蓮唔肯，所以遺產一直未有處置。陳家榮可能係聽到風聲，知道阿嬌有機會繼承何家遺產，先至會咁心急要娶佢。後來阿嬌死咗，陳家榮仲想侵吞嗰筆錢，但遺囑寫明錢只可以由阿嬌或者佢嘅後人繼承，所以陳家榮先至會咁嬲，要鎮住阿嬌嘅魂魄，驚佢返嚟報仇。大貴聽完啞口無言，原來成件事嘅根源竟然係錢。鍾叔帶大貴去見周大壯嘅後人，周大壯已經過身，但佢個仔周律師接手咗事務所，喺西關開咗間律師樓。周律師睇完玉軸同阿嬌嘅遺書，又聽完鍾叔嘅陳述，話呢單案證據足夠，阿嬌嘅遺書可以證明陳家榮逼婚，鎮魂符可以證明陳家榮事後心虛作法，加上何老爺嘅遺囑可以證明陳家榮有謀財害命嘅動機，我可以代何家向官府申訴，要求陳家賠償，並正式為阿嬌平反。大貴終於鬆一口氣，但佢心入面仲有一個疑問：鍾叔，當年阿嬌阿媽點解唔早啲攞玉軸出嚟？若果佢肯認反何家，阿嬌或者唔使死。鍾叔嘆氣，秀蓮係個硬頸嘅人，佢覺得自己做過偏房係羞恥，唔想阿嬌知道，驚阿嬌喺村中抬唔起頭，佢寧願窮都要保住尊嚴。可惜就係呢份硬頸，害死咗兩母女。大貴帶住呢個新發現返到陳家村，將玉軸嘅來歷同何家遺產嘅事講俾村民知。呢次村民嘅反應更加激烈，有人話原來阿嬌係大戶人家嘅後人，難怪生得咁靚。有人話陳家榮呢個畜生為咗錢連人命都唔顧，亦有人話陳老爺終止行兇，仲要買通官府，簡直無法無天。村中輿論一面倒，陳老爺雖然已經過身，但佢嘅名聲徹底掃地。大貴將所有證據整理好，交俾周律師，正式向廣州地方法院提出申訴。但呢個時候又有一件怪事發生。水仔呢日放學返嚟，同大貴講：阿爸，姐姐話佢尋晚返嚟過。大貴心頭一諗，佢返嚟做咩？水仔話：姐姐話佢多謝我哋幫佢申冤，但佢話堂底仲有一樣嘢係佢阿媽留俾佢嘅，佢想攞返。大貴問咩嘢？水仔搖頭，姐姐冇講，淨係話嗰樣嘢喺堂底最深嘅泥下面，要用鏟挖。大貴同阿蓮商量，決定再潛一次堂底。今次佢哋帶埋鏟同繩索，阿蓮潛落去，喺原先放瓦罌嘅位置再挖深2尺，果然挖到一個小鐵盒，鏽跡斑斑，但封口完好。阿蓮將鐵盒抱上岸，打開一睇，入面有一塊玉佩，雕住龍鳳呈祥，仲有一封用絹布寫嘅信，字跡秀麗，顯然係出自女人手筆。信上寫住：嬌嬌吾女，若你讀到此信，阿媽或許已經不在。呢塊玉佩係你親生阿爸何守正留俾你嘅信物，阿媽一直唔敢俾你，驚你會怨阿媽隱瞞身世。但阿媽知，總有一日你會需要呢塊玉佩去證明你嘅身份。阿媽對唔住你，但阿媽愛你。秀蓮絕筆。大貴同阿蓮睇完信，淚如雨下。原來何秀蓮早知自己可能遭遇不測，所以將玉佩同信藏喺堂底最深處，希望阿嬌有朝一日會發現。可惜阿嬌死得太早，呢封信最終要等到10年後先至重見天日。大貴將玉佩同信交俾周律師，作為阿嬌身世嘅最終證明。周律師話：有咗呢塊玉佩，何老爺嘅遺產可以正式由阿嬌嘅名義繼承。雖然阿嬌已死，但可以將遺產捐作慈善，以阿嬌嘅名義設立助學金，幫助窮苦細路讀書。呢個消息傳開之後，陳家村嘅人對大貴一家刮目相看。以前話佢廢柴嘅人，而家個個都話佢有骨氣。大貴唔理人哋點講，佢只係覺得終於還咗阿嬌一個公道，但佢心入面始終有一絲遺憾。阿嬌同佢阿媽嘅骸骨雖然已經安葬，但佢哋生前受嘅苦永遠都補償唔返。水仔呢日又畫咗一幅畫，畫中係一朵盛開嘅蓮花，花瓣上有一滴露水，
好似眼淚。大貴問佢：水仔，你仲見唔見到姐姐？水仔搖頭。姐姐話：佢要走啦，去一個好遠嘅地方。佢叫我多謝阿爸阿媽，仲話將來我大個要記得幫人。大貴攬住水仔，望住窗外嘅塘面，夕陽西下，塘水泛住金光，平靜如鏡。佢知道阿嬌兩母女終於安息，而佢哋一家亦都因為呢件事改變咗命運。但故事並未結束，因為大貴隱約覺得何家嘅遺產背後可能仲有更多未揭開嘅秘密，而呢啲秘密或者會牽扯到更遠嘅人、更舊嘅事。佢將呢個念頭暫時壓低，因為佢知道真相嘅路從來都唔會一步行完。而陳家村嘅塘雖然恢復平靜，但水底嘅故事永遠都會有人記得。陳家榮死後，陳老爺又跟住過身，陳家呢一房人可謂家散人亡。但大貴心入面嗰塊石頭始終未完全放低。阿嬌嘅遺書、真魂符、玉軸、玉佩呢幾樣證據雖然足以令陳家榮身敗名裂，但有一個問題，大貴一直想唔通：當年阿嬌投塘究竟係自己跳定係俾人推？若果真係陳家榮推佢落水，點解阿嬌嘅遺書入面寫嘅係寧死不願受辱？佢似乎一早預知自己會死，但並冇明確講係被殺。大貴反覆睇住阿嬌嘅遺書，字字句句都係絕望，但絕望之中好似隱藏住一啲佢睇唔出嘅信息。呢日大貴決定去拜訪一個人，何三姑。何三姑係阿嬌嘅姨媽，上次喺祠堂門口指證陳家榮之後，就返咗何家村，聽講身體唔好，成日臥床。大貴帶住一籃生果同2包餅乾，行去何家村。何三姑住喺村尾一間泥屋，門前種咗幾棵桂花，開得正盛，香氣撲鼻。大貴敲門，一個中年婦人開門，係何三姑嘅新抱。聽完來意，將大貴引入內屋。何三姑白髮蒼蒼，面上滿係皺紋，但雙眼依然有神。佢見到大貴，微微一笑：你終於嚟啦，我等咗你成個月。大貴坐低，開門見山：三姑，我想問你一件事，當年阿嬌投塘之前，有冇同你講過啲咩特別嘅話？何三姑沉默片刻，嘆一口氣：有。佢投塘前3日嚟過我屋企，成個人瘦咗一圈，眼腫過核桃。佢同我講，陳家榮逼佢嫁，佢唔肯。陳家榮就話要殺佢阿媽，佢話佢好驚。但佢更加驚嘅係，佢發現咗陳家榮一個秘密。大貴追問咩秘密？何三姑壓低聲。阿嬌話佢無意中聽到陳家榮同佢阿爸陳老爺嘅對話，話陳家榮喺廣州城欠落大筆賭債，急需要錢。而陳老爺話何家村有個女仔，阿媽係何守正嘅偏房，何守正死後留低一筆遺產，若果娶到個女仔，就可以攞到嗰筆錢還債。阿嬌就係嗰個女仔。大貴恍然大悟，所以陳家榮娶阿嬌，由頭到尾都係為咗錢。何三姑點頭。阿嬌知道真相之後，心都碎埋。佢以為陳家榮係真心對佢好，原來只係一場騙局。佢話佢唔會嫁俾陳家榮，但佢亦都知陳家榮唔會放過佢。佢同我講：三姑，若果我有咩事，你幫我話俾人知，陳家榮係為咗錢先至嚟追我，唔係因為中意我。何三姑抹眼淚。我當時以為佢只係發晦氣，點知3日之後就聽到佢投塘嘅消息。大貴心入面嘅拼圖終於拼多一塊，原來陳家榮嘅動機唔只係逼婚，更加係謀財。但呢個發現並冇解開大貴最想知嘅謎：阿嬌究竟係點樣跌落塘嘅？佢問何三姑：阿嬌有冇講過佢同陳家榮最後一次見面嘅情形？何三姑沉思片刻：有。佢話投塘前1日，陳家榮約佢喺塘邊榕樹下見面，話要講最後一次。阿嬌去咗，但陳家榮態度好差，2個人大吵一場。阿嬌話陳家榮扯住佢嘅頭髮，話佢唔聽話就要佢死。阿嬌掙扎走甩，返到屋企同佢阿媽講咗件事，兩母女喊咗成晚。大貴問之後呢？何三姑搖頭，之後就係投塘嗰日。阿嬌阿媽話嗰日下晝，阿嬌話出門口行下，一去就冇返嚟。等到有人發現佢嘅屍體浮喺塘面，已經係第2日朝早。大貴皺眉，即係話冇人親眼見到阿嬌跌落塘。何三姑點頭，就係因為冇人見到，所以當年官府先至會判佢自殺。大貴告辭何三姑，返到陳家村，一路行一路諗，若果阿嬌係被陳家榮推落塘，點解現場會冇任何掙扎痕跡？陳家村嘅塘邊係泥地，若果有人爭執推撞，
一定會留低腳印，但當年官府查案嘅記錄並冇提到任何腳印。大貴決定去塘邊實地睇一次，佢行到榕樹下，仔細觀察地面。10年過去，地面嘅泥已經翻過好多次，但榕樹嘅根部盤結交錯，形成一個天然嘅凹位。大貴蹲低身，用手撥開樹根下面嘅落葉同泥沙，突然摸到一件硬物，佢挖出一睇，係一個生鏽嘅銀色紐扣，紐扣背面刻住一個陳字。大貴心頭一震，呢個紐扣明顯係陳家榮衫上嘅。若果陳家榮嘅紐扣會喺榕樹根下出現，即係話佢同阿嬌最後一次見面，的確喺呢度發生過激烈嘅肢體接觸。大貴將紐扣收好，決定去揾一個人，當年負責打撈阿嬌屍體嘅陳二叔。陳二叔就係上次新抱流產嗰個，佢同大貴本來有過節，但自從陳家榮死後，陳二叔對大貴嘅態度軟化咗好多。大貴去揾陳二叔，陳二叔見佢嚟，面色有啲尷尬，但都招呼佢坐低。大貴開門見山，二叔，當年係你同幾個後生打撈阿嬌嘅屍體，你記唔記得當時有咩唔尋常嘅地方？陳二叔面色一變，沉默咗好耐，終於開口：大貴，其實有一件事，我收埋咗10年，一直唔敢講。大貴追問：咩事？陳二叔壓低聲：當年我哋撈起阿嬌嘅屍體嗰陣，佢隻手係揸住一頭髮嘅，唔係佢自己嘅，嗰頭髮又粗又黑，明顯係男人嘅。我當時心入面一驚，想話俾陳老爺知，但陳老爺即刻叫人將嗰頭髮扯走，丟咗落塘，仲警告我哋唔准講出去。大貴聽完，心跳加速：你肯定嗰頭髮係男人嘅？陳二叔點頭：我點會唔肯定？我後生嗰陣做過幾年理髮匠，男人女人嘅頭髮，我一摸就知，嗰頭髮硬而粗，帶少少捲，一定係男人嘅。大貴問：你記唔記得陳家榮嗰陣係咩髮型？陳二叔思索片刻：陳家榮嗰陣留西裝頭，頭髮梳得油亮，但佢天生有啲自然捲，額前成日有幾處翹起。大貴將銀紐扣拎出嚟，呢粒紐扣係我喺榕樹根下挖到嘅，後面刻住個陳字。陳二叔一見紐扣，面色刷白：呢粒紐扣我認得，陳家榮嗰日着住一件銀灰色嘅西裝，紐扣就係呢種。大貴終於確定，阿嬌死前同陳家榮有過激烈糾纏。阿嬌扯甩咗陳家榮嘅頭髮，而陳家榮嘅紐扣亦都留喺現場。呢啲證據足以證明阿嬌嘅死絕對唔係自殺咁簡單。大貴將所有新證據交俾周律師，周律師睇完，拍案叫絕：呢個 case 終於齊了。遺書、鎮魂符、玉軸、玉佩、紐扣、頭髮，再加上何三姑同陳二叔嘅證人供詞，足夠證明陳家榮謀財害命，推阿嬌落塘。大貴終於鬆一口氣，但佢心入面嘅重擔並未完全卸下，因為佢知道，雖然陳家榮已死，但若果唔正式為阿嬌平反，佢嘅冤屈永遠都會沉喺塘底。呢個時候，水仔又帶來一個新消息。佢同大貴講：阿爸，姐姐尋晚返嚟同我講再見，佢話佢要走啦，去投胎，但佢話佢有一樣嘢要俾你。水仔從衫袋摸出一塊細細嘅瓦片，上面用朱砂寫住一個安字。大貴問：姐姐仲有冇講咩？水仔話：姐姐話呢塊瓦片係佢阿媽留俾佢嘅，叫佢將來送俾一個好人。佢話：你係嗰個好人。大貴接過瓦片，眼淚奪眶而出。佢將瓦片貼身收好，心中默默講：阿嬌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會幫你討回公道，等你同你阿媽可以真正安息。當晚，大貴坐喺廳中，望住窗外嘅塘面，月光皎潔，塘水如鏡，一切平靜得似從未發生過任何事。但大貴知道，塘底嘅秘密已經揭開，阿嬌嘅冤屈即將大白於天下。佢摸住心口嗰塊瓦片，仿佛感覺到阿嬌嘅溫度，輕輕講咗一句：安心啦，一切就快完結。風吹過，窗邊嘅桂花樹搖曳，送來一陣清香，好似有人喺耳邊輕輕講咗一聲多謝。大貴抬起頭，月光照落佢面上，佢微微一笑，心中嘅石頭終於開始慢慢鬆動。而陳家村嘅故事即將迎來最後嘅高潮同結局，所有證據終於齊全。大貴將阿嬌嘅遺書、鎮魂符、玉軸、玉佩、銀紐扣，連同何三姑同陳二叔嘅證人供詞，一式兩份，一份交俾周律師向法院正式入稟，一份留喺屋企以備不時之需。周律師睇完呢沓證據，拍晒心口話呢單案十拿九穩，只要法院開庭，阿嬌嘅冤屈一定可以昭雪。
大貴以為終於可以鬆一口氣，點知先係風浪嘅開始。第二日朝早，大貴開門，見到門口地下放住一個紅包，入面裝住一沓銀紙，掃一掃，足足50個大洋。紅包上面冇名冇姓，淨係寫住4個字：收手為妙。大貴皺眉，將銀紙放返入紅包，交俾阿蓮收好。佢話呢個錢唔收得，一收就代表我哋退縮。阿蓮點頭，但面色憂慮。大貴，你話會係邊個送嚟？大貴沉思，陳家榮已死，陳老爺都過咗身，但陳家嘅勢力未必完全瓦解。陳文通仲喺度，佢做咗陳老爺咁多年師爺，陳家嘅生意同人脈都喺佢手上。若果陳家嘅醜事被法院公開，陳家嘅產業可能會被沒收，陳文通嘅飯碗都會打爛。呢個紅包好大機會係佢送嚟，想收買我哋。阿蓮問：咁點算？大貴話唔理佢，照交證據俾法院。但當日下晝，村中開始流傳一個新嘅謠言，有人話大貴之所以咁落力幫阿嬌翻案，唔係因為正義，而係因為佢同阿嬌有私情，想借機敲詐陳家一筆。又有人話水仔根本唔係大貴嘅親生仔，而係阿嬌嘅遺腹子，所以大貴先至咁緊張。呢啲謠言越傳越離譜，連阿蓮都開始被人指指點點。阿蓮忍唔住喊住同大貴講：我哋明明做緊啱嘅事，點解會搞成咁？大貴攬住阿蓮，咬實牙關，因為有人心虛，想用謠言逼我哋退縮，我哋一退就中計。大貴決定親自去揾陳文通對質。佢行到祠堂，陳文通正喺度整理賬簿，見到大貴，面色一沉，但隨即堆起笑容。大貴哥，咩風吹你嚟？大貴將紅包擺喺台面，陳師爺，呢個紅包係咪你派人放嘅？陳文通面色不變，大貴哥講笑咩？我點會做呢啲事？大貴直視佢，陳師爺，我知你係為陳家辦事，但陳家榮害死人係事實，你幫佢隱瞞咗10年。若果你而家肯出嚟作證，法院或者會輕判你。陳文通面色終於變咗，冷笑一聲：大貴，你以為你手上嗰啲證據真係有用？陳家榮已死，陳老爺都死埋，你告邊個？法院唔會受理一單被告已死嘅案，你做得咁多，到頭來只係白費心機。大貴斬釘截鐵：我要嘅唔係懲罰邊個，我要嘅係為阿嬌平反，還佢一個清白。就算陳家榮死咗，都要喺法律上判定佢有罪，咁阿嬌先至可以安息。陳文通沉默片刻，突然放軟聲線：大貴，你係個好人，但你要諗下你一家大細，你得罪嘅唔止係陳家，仲有當年幫陳家隱瞞嘅官府中人。你告得入陳家榮，就等於揭開官府嘅瘡疤，到時你嘅下場唔會好過阿嬌。大貴心頭一震，但佢企直身體：我唔怕，若果人人都怕，世間就冇公道。大貴離開祠堂，返到屋企，發現阿蓮面色蒼白，手中揸住一封信。佢接過一睇，信上字跡工整，但語氣凌厲：陳大貴，若你堅持上告，3日之內你屋企必有大禍，到時莫怪人冇事先提醒。信尾冇署名，但信紙上有一個暗紅色嘅印記，似係某個幫會嘅標記。大貴深知呢封信嘅威脅唔止係口頭咁簡單。佢同阿蓮商量，呢幾日你要睇實細路，唔好俾佢哋出門口。我去揾周律師，叫佢加快進度。當晚大貴一家早早關門，但半夜時分突然聽到屋外傳來一陣嘈雜聲，緊接住就係玻璃碎裂嘅聲響。大貴衝出廳堂，見到一塊大石頭從窗外飛入，打爛咗台面嘅茶壺。石頭上面綁住一張字條，寫住最後警告。大貴怒不可遏，但佢知道對方係要逼佢出手，佢即刻報官。但村中嘅保長話夜晚睇唔清，唔知係邊個所為，只係敷衍咗幾句。大貴深知官府同陳家嘅關係千絲萬縷，呢條路行唔通。第二日，大貴再次出廣州，將所有證據副本交俾周律師，並將屋企被威脅嘅事講埋。周律師面色凝重：呢單案背後牽涉嘅勢力比我想象中複雜。陳家榮雖然死咗，但佢生前喺廣州城同黑道有來往。若果佢嘅舊部想報復，你一家嘅安全真係好危險。大貴問：咁點算？我唔可以退縮。周律師沉思片刻：我可以向法院申請緊急保護令，同時將案件提前開庭。只要開咗庭，證據公開，傳媒報道，對方就唔敢再亂嚟。但呢個過程最快都要7日。大貴點頭：7日就7日，我等得。
大貴返到陳家村，將周律師嘅計劃話俾阿蓮知。阿蓮雖然擔心，但都支持大貴嘅決定。佢將3個細路帶去何三姑屋企暫住，自己同大貴留喺屋企，以防對方再嚟搞事。但第2日朝早，水仔突然自己跑返嚟，話何三姑屋企有陌生人出沒，佢驚，所以走返嚟。大貴心知不妙，即刻將水仔留喺身邊，叫阿蓮去接2個女返嚟。阿蓮出門冇幾耐，就神色慌張咁跑返嚟。大貴祠堂門口貼咗一張告示，話我哋一家勾結外村人，誣告陳家，要將我哋逐出陳家村。大貴衝去祠堂一睇，果然見到一張紅紙告示，上面蓋住村中幾個長老嘅印章，但大貴認得其中2個長老嘅印章係偽造嘅。佢大聲質問在場村民邊個貼嘅，但冇人敢答，個個低住頭行開。大貴心入面知道呢個係陳文通嘅最後一着，想用宗族壓力逼佢哋走。但大貴企喺祠堂門口，大聲對全村人講：各位叔伯兄弟，我陳大貴做嘅事對得住天地良心，阿嬌嘅冤屈證據確鑿，我唔會因為一張假告示就退縮。若果你哋信我，就企出嚟講句公道說話；若果你哋唔信，我一個人行落去都冇問題。全場鴉雀無聲。過咗一陣，賣魚強叔突然企出嚟：大貴，我信你。當年阿嬌阿媽嚟喊冤嗰陣，我親眼見到佢跪喺祠堂門口3日3夜，冇人理佢。我後悔咗10年，而家我支持你。跟住寶孩明叔都出聲，我都信你。陳家榮呢個畜生早該受報應。有人帶頭，陸續有村民出聲支持大貴，最後連幾個長老都面紅耳赤，唔敢再出聲。陳文通見大勢已去，偷偷想離開祠堂，但被大貴叫住：陳師爺，你走唔甩㗎。若果你肯出庭作證，指證當年陳老爺買通官府嘅事，法院會輕判你。陳文通面色死灰，終於跪低：大貴，我認當年係陳老爺叫我銷毀證據，話俾錢官府壓住單案。我對唔住阿嬌。大貴扶起佢：你肯講真話，就係對得住自己良心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水仔突然拉住大貴嘅衫角：阿爸，姐姐話佢見到堂面有光，話係時候啦。大貴抬頭望過去，堂面喺正午陽光下泛住一片金光，水面波紋一圈圈散開，好似有人喺水底輕輕撥動。大貴心入面明白，阿嬌等嘅就係呢一刻，所有謊言被揭穿，所有真相浮出水面，佢嘅冤屈即將大白於天下。大貴拖住水仔嘅手，行到堂邊，輕聲講：阿嬌姑娘，你放心，7日之後，法院就會開庭，還你一個清白。風吹過，堂面泛起一陣漣漪，好似有人喺水底輕輕點頭。而陳家村嘅所有人呢次都企喺大貴身後，靜靜望住嗰口堂，等待一個等了10年嘅公道。7日之後，廣州地方法院正式開庭審理阿嬌冤案。呢日天未光，大貴一家就搭船出城，水仔一定要跟住去，話姐姐想佢在場。法院門口早就聚滿咗人，有記者，有好奇嘅市民，仲有陳家村嘅村民，個個都想睇下呢單橫跨10年嘅懸案點樣落幕。周律師西裝筆挺，將大貴一家帶入法庭，安頓好之後，開始陳詞。周律師將證據一件件呈上：阿嬌嘅遺書、鎮魂符、玉軸、玉佩、銀紐扣、瓦片，何三姑同陳二叔嘅證人供詞，仲有陳文通嘅自白書，每一件證據都引來旁聽席上一陣嘩然。當周律師讀出阿嬌遺書入面陳家榮以我阿媽性命相協嗰句，全場鴉雀無聲，好多師奶忍唔住抹眼淚。周律師最後總結：各位法官，呢單案嘅受害人阿嬌10年前只係一個16歲嘅妹仔，佢冇做錯任何事，淨係因為陳家榮貪圖何家遺產，就慘遭迫害，最終沉屍堂底，死後仲要被鎮魂符鎮住，10年不得安息。今日我哋唔係要追究一個已死之人嘅罪責，而係要還呢個可憐女仔一個清白，要法律承認佢嘅死係一場謀殺，唔係自殺。法官聽完陳詞，傳召證人出庭。何三姑由新抱扶住上庭，顫抖住講出當年阿嬌嘅哭訴，講到阿嬌話若我有事，幫我話俾人知。何三姑忍唔住喊出聲：我對唔住阿嬌，我忍咗10年先咁講出嚟，我對唔住佢。全場為之動容。陳二叔上庭作證，講出當年打撈屍體時見到阿嬌手揸男人頭髮，但被陳老爺強行取走毀滅，佢低下頭
我當年唔敢出聲，係我懦弱，我對唔住阿嬌。陳文通最後上庭，佢面色蒼白，但語氣穩定。我承認，當年陳老爺俾咗一筆錢我，叫我銷毀證據，壓住單案。我對唔住阿嬌，亦對唔住自己良心。法官聽完所有證供，退庭商議。呢段時間，法庭內外一片寂靜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等緊一個結果。大貴坐喺旁聽席上，握住阿蓮嘅手，兩公婆手心都係汗。水仔坐喺大貴隔籬，突然細細聲講：阿爸，姐姐話佢見到光啦。大貴低頭望住水仔，水仔嘅眼望住法庭高處嘅窗，陽光從窗外照入，正好落喺法官嘅座位上，一片金黃。半個時辰之後，法官宣判陳家榮謀殺何亞嬌罪名成立，雖被告已死，但判決書正式認定其罪行，並裁定陳家需賠償何家損失，何家遺產由亞嬌名義繼承，全數撥作慈善用途。同時，法庭譴責當年涉案嘅官府人員，將轉交相關部門追究。法官最後講咗一句：本案雖遲來10年，但正義從未缺席，願亞嬌與其母安息。宣判完畢，全場起立鼓掌，掌聲雷動。大貴忍住眼淚，企起身，對住法庭中央深深鞠躬。佢心中默默講：阿嬌，你聽到啦，你嘅冤終於昭雪啦。水仔突然拉住大貴嘅手，指向法庭門口。大貴望過去，乜都睇唔到，但水仔話：姐姐行出門口啦。佢着住白衫，頭頂有朵紅花，佢回頭笑住同我哋揮手。大貴眼眶濕潤，輕聲講：再見啦，阿嬌姑娘，一路好走。離開法院，大貴一家返到陳家村。呢日嘅陳家村同往日唔同，祠堂門口掛住紅布，村民自發組織咗一場法事，要超度阿嬌同佢阿媽。大貴將法院嘅判決書貼喺祠堂牆上，等所有人都睇到。村中長老正式向大貴道歉，話當年錯怪咗佢，亦錯怪咗阿嬌。大貴擺擺手，過去嘅事唔好再提，最重要嘅係，以後陳家村唔可以再有不公之事。法事做咗3日，最後1日黃昏，大貴帶住水仔去到塘邊，塘水清澈見底，夕陽照落水面，金光閃閃。水仔突然話：阿爸，塘底嗰朵蓮花開咗啦。大貴望落去，見到塘中心真係有一朵白色蓮花，從水底慢慢浮上水面，花瓣層層綻放，中間露出一點紅蕊，靚得似畫。大貴知道呢朵蓮花就係阿嬌嘅化身，佢終於解脫，可以重新開始。水仔蹲喺塘邊，對住蓮花講：姐姐，你放心去啦，我大個之後會做一個好人，幫更多有需要嘅人。蓮花隨風搖曳，好似點頭。過咗一陣，蓮花慢慢沉落水底，消失無蹤。塘面恢復平靜，但空氣中傳來一陣淡淡嘅花香，似桂花，又似蓮花，縈繞不散。大貴返到屋企，將阿嬌送嘅玉軸交俾阿蓮。呢個玉軸我哋留返，當係全家寶。將來水仔大個娶新抱，就送俾新抱，等佢記得呢個故事，記得做人要有良心。阿蓮接過玉軸，小心包好，放入衣櫃底。佢望住大貴，笑住話：大貴，你雖然跛腳，但你嘅心比任何人都正直。大貴笑咗：跛腳唔緊要，最緊要行得正，企得直。自此之後，陳家村嘅塘被村民叫做蓮花塘。每年夏天，塘面都會開滿白色同粉紅色嘅蓮花，清香4日。村民話呢啲蓮花係阿嬌兩母女嘅化身，保佑陳家村風調雨順、平安和樂。而大貴一家因為賣咗玉軸起咗新屋，大貴嘅寶衫檔仔擴大成鋪頭，請咗2個伙計，生意越做越好。水仔讀書勤力，後來考上官立中學，再之後去咗廣州讀師範。畢業之後返到陳家村做教書先生。佢成日同學生講呢個故事，講做人要有膽，更要有心，講世間有冤，終有昭雪之日。講窮唔緊要，最緊要對得住良心。每年中元節，大貴一家都會帶住溪錢同香燭，去到塘邊拜祭阿嬌同佢阿媽。水仔會帶住一班學生齊齊鞠躬，然後將溪錢撒落塘面，等佢隨水飄走。水仔會同學生講，呢個故事教識我哋，唔好因為人哋窮就欺負人，唔好因為權勢就屈服，唔好因為恐懼就沉默。正義可能遲到，但永遠唔會缺席。有一年，水仔已經做到校長，佢帶住新一批學生去塘邊拜祭。講完故事之後，有一個女學生舉手問校長：你細個真係見到阿嬌姐姐？水仔笑住話：見到，
佢係一個好善良嘅姐姐，佢教我畫畫，教我講真話，教我信人。雖然佢係鬼，但佢比好多人都有人性。女學生又問：你而家仲見唔見到佢？水仔搖頭，佢投咗胎，去做一個幸福嘅人啦。但我永遠記得佢。夕陽西下，蓮花塘泛起金光，水仔望住塘面，仿佛見到一個着白衫嘅身影，喺蓮花叢中對佢微笑。佢心中輕輕講：阿嬌姐姐，多謝你，你嘅故事會一代一代傳落去，永遠唔會被人遺忘。而陳家村嘅蓮花塘至今依然蓮花盛開，成為遠近馳名嘅景點。每年夏天都有好多人專程嚟睇蓮花。聽村民講呢個關於阿嬌嘅故事，有遊客問村民：呢個故事係真定假？村民會笑住答：真又好，假又好，最緊要係個道理。做人心正，鬼都怕你；心邪，人不如鬼。呢句話成為陳家村嘅村訓，代代相傳，永世不忘。